我而家喺台灣高雄嘅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呢度咧以前咧係一個做蔗糖嘅廠啊。咁咧唔單止係廠喎，呢度有一個火車站啊。睇下呢度咧有好多唔同嘅火車頭啊！哇！如果喺香港，我諗一定係滿晒人喺度影結婚相啊！你可以想象到當時咧呢一度係點樣樣，好多嘅火車不停咁樣運係蔗同埋蔗糖啊！咁而家呢度咧就成為咗博物館啦，而且你環境非常之優美啊，好靚嘅，周圍都係影相嘅必殺點，仲有嗰啲舊嘅維修廠啊，全部喺晒度。咁仲有一個更加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呢度咧竟然咧係有一個防空洞嘅喎，以前打仗嘅時候咧，我諗係俾啲廠嘅人匿入去啊。咁我哋而家入去睇下。我咧就諗起咧喺聖經咧詩篇46章第1節啦，嗰度佢話咧神是我們的避難所，是我們的力量，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。避難所係點嘅咧？我諗我哋平時咧好難想像。咁今日嚟到呢一個防空洞咧，我開始有啲感覺啊！行過咗，特別時間。呢個防空洞咧一入到嚟咧，你真係覺得好似落咗地牢咧，好似一個 shell 一個包住你嘅保護罩咁樣，即係嗰啲炸彈嚟，真係唔使驚喎。就好似咧我哋咧人生裏邊咧有陣時遇到一啲咧，好似四面受敵嘅境況啊，可能係經濟問題啊、婚姻問題啊，甚至健康問題，可能咧一次過好多一齊發生，你真係覺得大件事啊！我真係唔知點算啦，主啊，你真係要救我啊！咁我哋神係好好㗎，佢首先保護你先，就好似咧將你咧擺入去佢嘅大手裏邊攬實你，無論出面咩攻擊嚟到咧，你唔使驚先，因為咧主咧佢已經保護你，然之後咧佢唔單止係保護我，唔單止係防守啊，仲會攻擊㗎，因為咧佢俾力量你去到勝過呢啲事情，一個問題，經濟問題、婚姻問題、家庭問題、健康問題，讓你樣樣咧有好多神嘅神蹟奇事去幫助你去度過喎。然之後咧，佢就話咧，佢係你患難中隨時嘅幫助。咁唔知道你會唔會經歷緊患難啊？希望冇啦。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有患難嘅時候，邊一個即係可以係即刻幫到你咧？就係呢個做天地萬物嘅神啊！佢咧係好愛你，所以佢好願意咧隨時立即幫你嘅。你睇到呢一個避難所嘅時候，就可以去到想像一下，你喺主裏邊，即係你嘅生命係喺主裏邊嘅話咧，你成個人係常喺個保護裏邊，唔需要擔心嘅。無論喺咩境況裏邊，神都喺你嘅身邊，佢一定幫你㗎。